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文經所答，我係 Martina。今日係後麗節，其實係咩嚟嘅呢？係印度最瘋狂、最繽紛嘅節日，每年呢都吸引全球數百萬人參加嘅。滿街都係七彩色粉，人人變做 Rainbow Man， 狂歡、音樂、舞蹈比 Color One 更加 colorful。不論身份地位，當日大家都係好朋友，一齊玩呢個色彩大戰。但係後麗節係咪純粹係玩樂呢？定係佢竟然係更有深嘅意義呢？後麗節其實唔只係拋色粉，佢仲係人際關係 reset festival。試諗下，拋完色粉唔記得晒你啲仇恨啊，變身做 Rainbow Man， 重新做人。後麗節係慶祝新嘅開始，代表萬物復甦，春天嘅來臨，色彩象徵生命、喜樂、更新。人與人透過呢個後麗節放下分歧，彼此和好。聖經話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後書5章17節。所以後麗節唔係純粹派對，佢仲係人生重啟大行動。後麗節你有冇人需要原諒呢？最重要係個精神之一，就係寬恕。喺後麗節期間，大家都會放低所有嘅仇恨，重新修補關係。拋色粉係代表洗去心裏邊嘅不滿，迎接新嘅開始，唔分高低貴賤。當日所有人都係平等。聖經話我們要彼此寬恕，正如神在基督裏寬恕了你們。以弗所書4章32節。所以後麗節你有冇需要原諒呢？試諗下，上一次佢偷咗我條薯條，後麗節快樂，灑灑色粉 OK， 我原諒你啦。定係上次老細明明係讚我㗎，但你搶咗我啲 credit， 後麗節快樂，灑灑色粉，咁立即好啦，我原諒你啦，我唔計較啦。拋呢個色粉係瞬間和好，但如果你係真心寬恕人呢？你知唔知道後麗節每一個顏色都有意義㗎？紅色係代表愛與活力，藍色係寧靜與智慧，而呢個綠色係新嘅生命同埋希望，黃色係光明與快樂，紫色係創意同埋神秘，橙色勇氣同埋力量，粉紅色係溫暖同友誼。後麗節話俾我哋聽，人生係可以充滿色彩嘅。你揀咗邊隻色呢？聖經話你們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。馬太福音5章14節。人生可以係選擇活喺七彩顏色入邊，定係留喺黑白嘅世界呢？你點樣睇後麗節呢？後麗節只係玩色粉啊，定係更深奧嘅屬靈意義呢？如果你有機會 reset 你同某一個人嘅關係，你會點做？你願唔願意選擇光明，選擇寬恕，選擇真正嘅喜樂呢？挑戰你諗一諗，邊個人係你一直冇和好到，但你今日可以諗下原諒佢。後麗節唔只係一個狂歡，而係提醒我哋真正嘅顏色係來自內心嘅自由同愛。祝大家後麗節快樂，記得 like subscribe 我嘅文經所答，下條片見，拜。